加热烟该不该禁，正反两方各有立场。反烟团体认为新形态的烟品只会增加吸烟率及降低吸烟年龄，而支持的民众则是认为加热烟日前已通过美国 FDA 烟草减害产品审核，渴望获得曙光。来看看民众们怎么说。就一般纸烟啊，现在都抽电子烟就是这种。朋友有抽加热烟啊，那他好像都是交际烟为主，因为工作压力大，所以有抽烟。我蛮不喜欢的，但是就是不要妨碍到自己的话，我觉得都还 OK。有一点，因为我闻到烟味，觉得很不舒服。不知道不是都差不多吗？电子烟是烟油，那加热烟它是用烟草在加热。之前那个电子烟好像有传出烟油有好几种致癌物质，加热前阵子有通过 FDA 什么认证，好像最近也蛮多人在讨论的。就好像每个人手上都有一组加热烟，但是现在却不合法，好像很奇怪。那这些烟从哪里来的？觉得如果可以减害的话，会更适合有抽烟的人。我觉得不是很看好因为我比较希望大家都就是尽量不要抽烟。加热烟不等同于电子烟，加热烟的烟弹相似于传统纸烟，是使用烟草制成，加热而不燃烧。电子烟则是使用电子雾化，一样不需燃烧，通过雾化器内的发热芯和棉花将电子烟油雾化，模拟吸烟时的烟雾。而日前爆出烟油含有致癌成分，就是电子烟所使用的烟油。卫福部提出烟害防治法草案，预计最快下个会期能在立法院审理。立委皆在质询官员时提出看法。整个我们财政部在这个烟品的定义上，大家都没有把它搞清楚，到底什么是加热式烟品，什么是电子烟。那电子烟如果是要禁的，那当然我也会赞成要禁止的一个状况。那如果加热式烟品是我们现在法律也还没有明定，然后也还没有把它做了一个清楚的定义，它到底是属于纸烟还是属于它是化学药剂的一个电子烟品，你们还定义不清楚的时候，然后你们就把它画图，把它画成这个叫做电子烟，这个定义上出问题的话，会影响到这个到底未来的一个政策走向。酒精对人体的医学研究，大部分的时候有害，数量少小小的可能我不知道，但是大部分的酒精是有害。那你也有在贩卖酒啊，所以如果有另外一个新品的酒，新的产品的酒要到台湾来卖的时候，你不能够讲说这个酒就是有害，所以我不能让你进来，而是要去比较原有的可以贩卖的酒跟新进来这个酒这中间的差距。当台湾准许香烟贩卖的时候，在讨论加热烟这个烟柱一样是烟草制品的时候，必须去比较两者的化学物质里面的成分对人体造成的影响。我觉得这样的比较是比较客观的了。我们在抽，连立法院里面很多立法委员，我是不抽烟，很多立法委员抽也都抽加热烟。那你这个比较这样比较当他使用了加热烟之后，他就不吸一般的香烟的。你这时候你加热烟不让它合法，瞌睡，是整个税全部都漏掉呢。特别的是，加热烟解禁与否，争议闹得沸沸扬扬。虽现在被明令禁止，但随处可见人手一组。与其放任新型烟品，甚至造成水货横行、诈骗事件频传，政府不如立法，别漏课了这些税。